家平安，欢迎收听8月7日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珀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为什么美事变坏事？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下6章1到8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撒母耳说：上主喜欢什么呢？顺从他呢，还是向他献烧化祭和祭物呢？顺从比祭物更好，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。撒母耳记上25章15节，有一个人在梦中被天使带到一个教会，他看到司琴很卖力的弹奏敬拜的音乐，奇怪，却听不到琴的声音。轮到会众和诗班在唱诗的时候，仍然听不到声音。随后司礼又上台祷告，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，却听不见他在祷告什么。于是呢，这个人就请教天使，为什么他听不见任何的声音？天使告诉他，你听不见声音也不足为奇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发出真诚的声音来。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敬拜，不过是形式上做样子而已，没有按照上帝所爱的敬拜方式来敬拜他，所以你就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了。敬拜是心灵重于外在，真诚重于仪式。耶稣说，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，或者是翻译真理来拜他。那么我们对上帝的敬拜，是不是他所喜悦的方式和态度呢？在圣经中，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，原本是一件美事，荣耀神的事，但是为什么会看到是负面的，是悲剧呢？我们经常看到在圣经的故事有这些上帝的荣耀美事，但有时候为什么呈现出来却是不好的结果？撒母耳记下第6章的1到8节，就是令人深思的一个例子，描述大卫他渴望将耶和华上帝的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，他原本是一个美好的心意，但最终为什么出现了悲剧？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？哪里惹怒了上帝？所以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来看几个重点，并思考我们对神的敬拜是怎样的态度？是不是他所喜悦的？是不是会像这样美事变成坏事？我们先来看大卫他的美好心意。当大卫定都耶路撒冷，建立坚固堡垒和宫殿的时候，他想要把耶和华的约柜搬入耶路撒冷，因为约柜自从由示罗搬入战场，被掳又被送回之后，一直就放在基列耶琳这个亚比拿达的家中，由其子以利亚撒看守约柜。扫罗的时期，他完全忽略了约柜，既未曾寻找，也未曾为他来寻找安置的居所。大卫登基做了王，地位高升了，然而呢，他对上帝的心意没有改变。大卫当时候就聚集了以色列中的精兵3万人，要去犹大的基列耶琳的地方，将约柜
运回耶路撒冷城，免得这个约柜漂流在外。其实大卫他心怀敬爱和敬畏上帝，他想要约柜带回来耶路撒冷，以显示对上帝的尊崇和荣耀。其实原本是一个美好的计划，目的就是让全以色列人见证上帝的荣耀归回在圣城当中，并加强他们与上帝之间建立的关系。而诗篇也描述了大卫对耶和华约柜的爱慕。他说：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。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：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耶琳就寻见了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，在他的脚凳前下拜。这是大卫他对神的心意。但是为什么会犯下错误呢？这个美好的心意的过程当中，大卫和以色列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上帝在摩西时代已经规定，约柜必须要由利未人来抬着，不能靠车辆运送。大卫显然疏忽了，就是耶和华的约柜不能够用牛车载运。过去那是非利士人，他们掳了约柜，得到这些的灾变。后来他们用牛车把它送回来的做法，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事。然而圣经早又告诉他们说，约柜是要由祭司亲自来扛抬，这是以色列人由西乃山开始的方法。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，理当照这样的律法来遵行。因此当车子到了拿梗的禾场，这个牛就失了前蹄，所以约柜快要倒了。乌撒他伸手去扶住神的约柜，就这样耶和华向乌撒发怒，因为这个错误来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。这个错误主要是还是没有用祭司来扛抬。乌撒的错误是出于他对约柜的轻忽，错就错在平时大卫他会求问上帝，为什么这一次没有事先求问上帝的心意呢？第三个，我们看到上帝不喜悦的原因是神对他的子民有严谨的要求，特别是与神圣的圣物跟圣所相关的事物。乌撒不慎碰触约柜，违背了上帝神圣洁的要求，这使得上帝愤怒。神的公义要求必须得到尊重，因此他对乌撒的行为做出了惩罚。在民数记4章15节，他们将起营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，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，只是不可摸圣物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会幕里这一些物件是哥辖子孙所当抬的，这是在圣经里面有很明确的要求规定。那大卫他运送约柜的美好意图，
本来好事变成悲剧。人讲好事嘛要有得事嘛要有处事。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想要做，但是没有注意到那个程序，本来是一件好事，可能会造成不好的结果。透过这个事件教训我们，敬拜神要谨慎而虔诚。神的荣耀是无比的圣洁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尊重上帝的明确指示和圣洁的要求，不要轻忽上帝神圣的这样的一个圣物，而要以敬畏的心来接近他。当然今天我们不再有这个约柜，但是我们敬畏神的心态是怎样？是用圣洁来到他的面前，来敬畏他、敬拜他。另外就是凡事求问上帝，真的大卫忽略了。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，愿我们可以先求问神，并且以纯洁和谦卑的心来敬拜上帝，遵从他的旨意。让我们从大卫王运送约柜的经历当中学习明白，如果这个美事不按照上帝的次序，他的规定可能会变成坏事。所以我们要谨慎，以圣洁的心和敬畏的态度来寻求神，寻求他的心意，使他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居首位。我们来思想将约柜搬到耶路撒冷，原本是上帝所喜悦的事，然而人的错误却导致悲剧的产生。你会怎样讨上帝的喜悦，避免违背他的心意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承认你是荣耀、是无比圣洁的神，你是创造宇宙的全能真神。求你赐下敬畏的心，使我们在敬拜和侍奉你的时候谨慎行事。愿我们的动机纯正，不是为了取悦人，而是为了让你的名得着荣耀。主啊，求你指引我们远离自以为是的行为，以及轻忽你的圣物和圣所，让我们以谦卑和敬虔的心来接近你，能够遵从你的旨意。当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的心完全专注在你的身上，不是讨人的喜悦，让我们的言语行为都蒙你喜悦，蒙你悦纳。求你赐下敬畏你的心，好让我们谨慎对待你。求你帮助我们在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是渴慕，让我们是带着热忱敬畏你的心，全心遵从你的圣名。主啊，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好让我们能够远离自以为是。请你赦免我们的过错，帮助我们时时渴望明白你的心意，讨你的喜悦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尊主为大，所做的蒙上帝喜悦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